屏東這位善心的阿伯陳信志是會佇咧較高出車禍，也是較黑暗的路段裝警示燈。19冬來，佇咧南台灣是已經到就萬粒的太陽能警示燈。不過7月中，伊咧巡查時看到有電火，是去互選舉的布條砍掉咧，就甲布條拆掉，煞去互人個偷摕。當事的候選人後來了解講，阿伯是熱心服務，已經撤銷報案。用開車的人來的方向啊。他個設計啊，親身示範安怎鬥警示燈，閣詳細說明重要性。72歲陳信志是屏東新園人，因為長期義務佇大路設置警示燈，提醒用路人的安全，互地方號做警示燈阿伯。不過伊煞佇7月中順利有燈去互選舉布條炸掉，就主動甲布條拆落來。結果當事候選人當作是惡意破壞，請警方以切着罪上班。做了到這安怎甲你講？伊甲講我有意講北地布啊，有無？有啊，我唔得攏喊名，都寫筆錄啊。現在就按照程序走啊，到時候要送屏東地檢啊。陳大哥表示足無奈，嘛已經甲報條交派出所，服務南台灣19年啊，無想到發生這款代志。因為常常看到莊腳發生交通事故，就自發佇黨屋處裝警示燈，對屏東高雄一路到雲林，服務未少縣市。實際請陳大哥帶記者登去現場，拄好撞到當事人，前鄉長了解是誤會，已經請派出所撤銷報案。報案嘛就是講。到底你是惡意啊，無惡意啊？北個就是大地方有影嘅事情，我大概北啦。陳大哥一直向前鄉長回失禮，前鄉長嘛講這是做善事，畢竟是誤會，袂閣對陳大哥提告，總算是互警示燈阿伯透一口氣。你若無甲做，我當然免交法你心情就較輕鬆啊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